来关心全台大罢免，中选会公布第一波送件的审议结果，有19件立委罢免案进入第2阶段的联署，另外有9件无达到联署的标准，要伫咧12台补件。但若这9件拢是民进党的立委。全台湾拢伫咧进行大罢免，罢免团队抢伫咧2月13送提议书。根据中选会上新的公布，经过审议，针对19位国民党立委，抑个新北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，第1阶段拢过关。若9位民进党立委罢免案，抑个会补件，而且就要伫10天内补件，补件机会敢若1遍尔。因为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，无论是任何形式，包含电话及公文，所以团队的任何人在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无从对于本案的进度有任何的资讯。罢免绿委的团队好像都没有在街上做任何事情，或者是都是零零落落的。那我真的高度怀疑他们的可信度有多少。国民党都是只会抄党册，只会有一些死人的联署，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。对9位领衔立委第1阶段拢无达到标准，前中共党署长张孝康讲，在野党的战略伤弱，进前传出几落件抄名单被抓包的，拢是罢免立委的联署案，已经影响国民党的形象，互支持者真失望。希望国民党袂让这个人想要防御，唔敢攻击。像我跟乔欣啦，或志强啊，我们几位委员，包含叶秀委员，还有甚至赖世宝委员，我们都把它设定成我们会进入第3阶段。因为按照去年这个谢国良的经验呢，我们也不会天真的认为说2阶不会过，因为他们想来抄也可以抄得过啊。那我们就全力以赴，过2天一定会出现啊，包含外太空都会出现来罢免我们的罢免战。会冲啊 ！OK， 回归，今天跟麦克风怎么讲好了？大家都知道。好，罢免名册的查核是新北市选委会的权责，我们都予以尊重。根据规定，罢免第1阶段提议人数就要达到原选举区选举人数的1%以上。若是进入第2阶段的人数要达到10%以上，而且袂当甲提议人重复，才能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